其实俺哋鸦片看到也中快书就系唔是上写嘅哦，因为人家我讲起来唐神市就系唔笨蛋，是迄种爱准给的爱比莫色多，吼，啊愈定爱比讲，吼，啊愈爱平去县里总。结果冇想到，你去县啊去，吼，做李总做啊去，做会按多事情，你可是没冇想到呢，吼。结果我写，那有李总我写很多书的呢。其实呢东西，我认为弄做啦，莫想强度啦，莫经常来说下人啊练人啊，我经常下人练人，你要数出唔来的啦，因为你要数冇线票啊。冇线票啊！你要数是有办法。数迄价行係慢的啊。係啊。寫很多書，寫書幾價哈？寫旁超過吧有200萬字。哦。咁樣咧，大概係一部分。一部分哈。而已。哦，真嘅啊！吼，做唔得上愛連任呢，吼。係啊，因為連任做乜寫書呢？因為你想連任，你不可能做了文法的東西。所以我聽講文法是冇票嘅。咩講喺做了文化，對了傳統嘅呢種可以做嘅事情冇做，我係繼續做啊。水饺米蔥要做多麼久啊？路燈嚟唱，梗係基本功啊。馬路嘅片，我哋未整齊啊。所以我做呢種是做一隻按照練嚟。那普通人冇強項嘅。我做埋為。做呢一項係條路，佢最重要。佢行喺金山的本文化局先到係下去讓出嚟示範點。你寫到示範點之後，嗌啲人認真啊，要學者專家落來幫忙嗌啲啊。嗌啲時候認真來看書，認真來落喺度專家學者來學習啊。所以之後就慢慢講究呢個東西。咁一開始啊，咁有黎明唔認同做嘅，我有人一開始會講呀，李總統做按多按有會冇嘅事情，因為我唔抵唔睇做嘛嘅嘛。你係說當然講啊，有到一下嗌啲因為嗌啲最先做嘅事情嘛。係啊。所以就裏面呢，佢就從事安重要係麼？係啊。佢就幻想啊。譬如你種冇做。你做啊做呢東西哦。係啊。咁你就完全係去，你沒有質疑過嘛？就係喺咩愛路走大家講嘅去做。基本上我冇想很多啦。要來呢30年，我認為對我嚟講，當然是一家成就嘛。那一家才提應該按照風雲人物啊。大家出名。有人當出名，因為我擔任嚟呢種事，我擔任當多嗰種嘅職務。